大家好，我係陳先生，呢度係老友說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人70歲依然身手敏捷，有啲人50歲就腰酸背痛？差別唔在於吃咗幾多補品，亦都唔完全在於做咗幾多運動，而常常出喺每日夜晚嗰8個鐘，你係點諗嘅？瞓覺亦都會瞓錯。如果我話俾你知，而家每7個人裏邊就有5個人淨係以慢性自損嘅方式入睡，你信嗎？我喺臨床骨科領域耕耘40餘年，曾有一位姓孫嘅退休幹部，腰痛15年，花咗數十萬求醫，幾乎所有辦法都試過。我只係問佢一個問題：你夜晚點瞓？3個星期後，佢激動咁打嚟電話：陳先生，我嘅腰唔滲啦，15年嘅老毛病就因為睡姿。今日我要話俾你聽個真相，你清晨嘅疼痛、僵硬、疲憊，9成唔係年紀問題，而係你瞓錯咗。呢個錯誤會一點點掏空你嘅心臟，壓垮你嘅脊椎，擾亂你嘅大腦。跟住落嚟，我會講清楚邊5種睡姿喺度偷走壽命，點解7成人都喺度用最危險嘅方式入睡，以及最重要嘅今晚返屋企就能用嘅救命睡姿。唔花錢，唔買嘢，只需要2分鐘。但首先你得明白點解瞓姿比任何藥都要重要。點解話睡姿比食藥更關鍵？好簡單，因為你瞓覺時，身體正在做3件關乎生死嘅大事，姿勢唔啱，3件事就做唔成，身體便從修復模式變成耗損模式。第一件，俾大腦沖涼。冇聽錯，大腦真係需要清洗。白天高速運轉會產生代謝廢物，如果唔清理，就會喺腦內堆積，久而久之，記憶力下降，反應變慢，甚至走向失智。點清？靠深度睡眠。當你進入深瞓嘅時候，腦內會打開一條排水通道，好似沖馬桶咁把垃圾清走。名稱你不必記，記住一點：瞓唔好，腦子就洗唔乾淨。我見過一位60歲嘅老太太，記憶力大不如前。佢嘅女話：陳先生，媽媽連我名都諗唔起嚟。我問：夜晚瞓得好嗎？不唔好，常半夜醒，甚至一夜醒4、5次。我話：咁就啱啦。改善睡眠3個月後，記憶顯著回升。可見姿勢不當，瞓唔踏實，腦嘅清潔就做唔成，問題便日積月累。第二件，讓身體關機。白天踩油門，心跳快，血壓高，肌肉緊繃；夜晚要踩剎車，心跳慢，血壓降，全身放鬆。若果瞓姿不對，比如呼吸道絆倒、脊椎受壓，身體就不停俾大腦發出唔安全嘅信號，腦子放唔低，剎車踩唔住，一整晚都喺空轉。有人早上起嚟血壓仍高，因為根本冇放鬆。我有位黃先生，高血壓10幾年，食咗唔少藥，血壓仍然不穩。後來發現佢打呼嚕，且時斷時續，典型嘅睡眠呼吸中止，身體整夜被叫醒幾百次，點可能休息好？調整睡姿並配合治療後，血壓逐步穩定。可見姿勢唔啱，身體就無法關機，心血管風險長期累積。第3件，俾脊椎卸貨。脊椎像搬運工，白天扛住上半身重量，椎間盤像海綿，被壓咗一日，水分被擠出，只有撐低嘅時候先至能夠回吸，恢復彈性。若瞓姿不良，脊椎仍然彎扭着，海綿吸不回水，時間久咗越嚟越薄越硬，終至椎間盤突出。我遇到一位40幾歲嘅建築工人，腰直不起嚟。佢問係唔係肝活太累？我話白天辛苦係其一，更重要係夜晚有冇真係放鬆脊椎，教佢調整睡姿。2個月後腰明顯好轉，可見瞓姿不良，脊椎冇辦法卸貨，腰頸問題就會登門。而家明白咗啦，瞓覺唔係隨便一躺，
而係喺同時完成3件大事：俾大腦沖涼，俾身體關機，俾脊椎卸貨。邊種睡姿會破壞呢3件事？下面我從第5名講到第1名，列出5種最常見亦最危險嘅睡法。聽嘅同時諗下自己係咪中招，若果中招，今晚就改。第5名，俯臥，趴住瞓。唔少男士覺得肚子貼住床好踏實，但係俯臥時為咗呼吸，頭必須長時間轉向一邊。你而家將頭扭到左側，維持10秒就覺得難受，更何況一整晚。長期輕度缺氧，早起頭昏腦脹。曾有位李工程師自小俯臥，50幾歲起手臂發麻，夾塊不穩，檢查見頸椎骨刺壓迫神經，調整睡姿並配合治療，半年後麻木消失。為咗頸椎與呼吸，俯臥請今晚就戒。第4名，冇支撐嘅平躺。好多人以為平躺最標準，對年輕人或許尚可，但對中老年，尤其打呼者，反而危險，容易誘發睡眠呼吸中止。平躺嘅時候，舌根同咽部軟組織後墜，呼吸道被擋，血氧驟降，大腦偵測到異常就將你叫醒。呢個過程亦都喺只有幾秒，你未必自知，但一夜可發生數百次。長期缺氧使高血壓、心梗、中風風險增加數倍。我一位張姓患者打呼多年，家屬話吵得受不了，更可怕嘅係會突然冇聲10幾秒，俾佢改側瞓後明顯改善。所以若你會打呼或體重偏重，千萬別長時間平躺。第3名，長時間左側瞓。有人聽講左側睡助消化，但唔適合兩類人：心臟功能不佳者同胃酸逆流者。心臟偏左，左側瞓時更加貼近胸壁，部分心臟不適者會心悸唔舒服。更常見嘅係胃酸逆流，胃入口喺右上方，右側瞓時入口喺高處，酸不易溢出；左側瞓則好似乒向左傾，酸水易淹到入口，倒流進食道，半夜被酸醒，咽喉灼痛。我曾經建議一位主婦改右側瞓，2週後明顯好轉。若果你有胃酸逆流或心臟不適，避免久左側睡。第2名，枕頭過高。有人鍾意高枕，或者躺床上睇書睇電視，墊高之後直接瞓。呢個等於低頭8小時後頸肌長時間被拉長，容易酸痛，頸椎壓力飆升，退化加速。更麻煩嘅係，頸部有2條關鍵血管椎動脈，為大腦後部供血。頸部過度前傾時可能受壓，對血管硬化嘅長輩尤其有風險。我曾經勸一位張老師換低枕，冇喺床上批改作業。1個月後噴暈同僵硬大幅改善。若你亦習慣高枕，請盡快調整。第1名，最傷，雙腿完全伸直嘅平躺。點會？腿伸直唔係正常咩？先聽我講。腰部有條關鍵肌肉叉腰肌，起似橡皮筋，從腰椎穿過骨盤連到大腿骨。現代人久坐，呢一條橡皮筋普遍縮短緊繃。當你腿完全伸直時，佢會將腰椎向前拉，腰部被迫離床，形成懸空弧度。你可以試下平躺，腿伸直，用手摸腰下，係咪空隙好大？喺呢種懸空狀態下，壓力集中到後方小關節，8小時每晚，日復一日，關節磨損發炎，長骨刺，腰痛難愈。我曾經俾一位劉先生改為側睡夾枕，或者平躺嘅時候喺膝下墊枕，讓腿微彎。3週後10年老腰痛顯著緩解。好多時候健康取決於願唔願改一個小習慣。咁到底點瞓先至冧㗎？跟住落嚟係我最推薦簡單有效嘅黃金睡姿，40幾年臨床驗證，唔使錢，無需特殊床墊枕頭，只需小調整，今晚就能夠上手。佢叫改良式側臥。請依步驟來。步驟1：
向右側躺。點解多數人建議右側，較不壓迫心臟，都能減少胃酸逆流？若連心臟胃都無礙，左側亦可，但對多數中老年，右側更穩妥。躺低嘅時候自然放鬆，尋找舒適角度。步驟2：調整枕頭高度，過高則頸前傾，過低則頭下墜。理想高度係啱好填滿肩峰到耳垂嘅空隙，讓頭頸胸椎保持水平直線。用手摸摸，若頸部懸空，枕太低；若頭被頂得過高，枕太高。調好之後，頸部應該無力感，能夠完全放鬆。步驟3：微屈雙膝。關鍵解法：對付緊繃嘅髂腰肌，讓髖與膝自然彎曲約30度到45度，好似隻小蝦。你會感到腰部瞬間輕鬆，唔再懸空拉扯。步驟4：兩膝之間夾枕。核心步驟：喺兩膝間夾一個柔軟枕頭或抱枕，厚度以維持骨盤中立為準，避免誨間腰椎扭轉。冇枕頭可用折氈。夾好之後，從頭到腳都會進入放鬆且對稱嘅狀態。步驟5：必要時胸前再抱一枕，唔係必須，但能夠增加穩定與舒適，讓上側手臂有依靠，膊頭唔往前冧。有人會半夜翻身，呢個好正常。若果翻成平躺，亦冇關係，喺膝下墊一個枕頭，讓雙腿微彎，同樣可避免髂腰肌拉扯。我哋嘅目標唔係成夜一個姿勢，而係讓身體喺大部分時間維持兩種友好姿勢之一：改良式側臥或者改良式仰臥，膝下墊枕。想更進一步，3個小秘訣送俾你。秘訣1：重新認識酒精與睡眠。瞓前一杯酒能助眠係誤解，酒精或許比你快瞓，但會破壞後半夜睡眠，易早醒且疲憊。請記住，瞓前3小時唔碰酒。秘訣2：聰明管控飲水。夜間頻尿會打碎心肺，白天將水分均勻飲足。晚上8點後減量，瞓前1小時盡量唔飲，先至能夠安穩到天亮。秘訣3：打造睡眠洞穴。臥室宜涼，18到22攝氏度，暗靜，拉好遮光簾，關閉各種小燈點，必要時用耳塞。微光都會干擾褪黑素分泌，影響入睡與深瞓。健康從來唔係偶然，佢似一棵樹，需要日復一日嘅澆灌。瞓覺看似簡單，偏偏呢啲日常小事決定咗我哋嘅身體走向。我見過太多人花大錢買保健品，四處求醫，但係其實好多問題只需要把瞓姿調對就會改善。從今日起，你已經攞到通往優質睡眠嘅鎖匙。改變一個跟咗幾十年嘅習慣唔容易，請俾自己一啲時間與耐心。每晚瞓前用2分鐘，刻意擺好黃金睡姿，身體會慢慢記住嗰個最放鬆嘅位置，並以清晨前所未有嘅輕鬆與清醒回報你。我常想像咁樣一幕：清晨，陽光穿過窗簾縫隙灑喺床上，你緩緩睜眼，深吸一口氣，發現頸不僵，腰亦都唔撒，整個人彷彿年輕10歲。你不必扶住床緣，唔再龜縮皺眉，而係自然伸展，迎接新嘅一日。呢個就係我盼望你每個早晨都能擁有嘅感覺。今晚就試試吧，我唔求別嘅，只希望你能瞓個好覺，聽朝早起嚟，身子更輕鬆，心情更舒坦。咁我呢番話就值㗎啦。如果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不妨諗下，你最想先改嘅係邊一個瞓姿？係將高枕換掉，定係喺膝蓋間夾個枕頭？或者你有乜嘢睡眠困擾想同我講下？我好想聽聽你嘅故事，亦都冇唔記得將呢啲方法分享俾你關心嘅人，尤其嗰啲總話老咗就咁釘嘅長輩，話俾佢哋聽。錯嘅唔一定係年紀，
而係瞓姿可以調整。最後送俾大家一份祝福，願每個夜晚都踏實，每個清晨都神清氣爽。老友話：陳先生敬上。